大家好，2026年1月1日開始，全港公營醫療收費全面大改革。新收費同舊收費有咩唔同？有咩人可以豁免？點樣申請豁免？我會分3個部分逐一話你知。首先，我哋睇下新舊收費對比。急症室掛號由180蚊升到400蚊，升幅超過1倍。不過，危殆同危急病人，即係第一同第二類，會全免費用。住院取消原有嘅75蚊入院費，住院費每日由120蚊加到300蚊，其他如療養、復康病床、精神科病床都加到200蚊。日間手術取消原有嘅75蚊入院費，而日間病床每日由120蚊加到250蚊。普通科門診統一收費為150蚊，藥物收費由大部分藥物免費改到每項收費5蚊，以4星期為收費單位。專科門診診金統一至250蚊，藥物每項收費由15蚊加到20蚊，而配藥週期由16星期縮短至4星期。以後除咗基礎病理檢驗，仍然係免費。進階、高端病理檢查一律要收費，好似超聲波、CT、MRI 都會由免費改為收費，分別為250蚊同埋500蚊。政府亦增設咗年度上限，每人每年最多俾1萬蚊。今次改革，費用減免資格全面放寬，受惠人數由30萬增至140萬人。你有冇份？又點樣計？我會喺下一條片詳細話俾大家知，一定要留意啊！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請你俾啲鼓勵我，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老友記頻道，多謝收睇。